编號、詩號，阿公嘅行曲，王麗芬研作。唔知對哪久開始，阿公就等日啲嘅頂天講，天一講，阿公緊冰冰嘅就想去出去，像愛附地去約會樣嘅安歡喜。佢上次用行嘅，上次去吃行茶，超好慢那嘢緊行。佢唔會像別人搭手繩，啲賴群組傳碟圖滿座。佢就請去廟巷拜爺，啲廟前嘅大樹下看人行去嘅，就算有打卡報到嘅。行七米一站，去到阿婆親好去嘅菊花田巷坐定看花、看樹、看人、看條嘅，點點嘅做無上嘅交流，看公園呢，自然就會轉活。也是佢簡單生活嘅快樂。有一日到臨暗嘅，阿公還忙轉活，也是從來都唔是按樣嘅。規屋行人緊張到無干無實，規裝頭去침南面裝到菊花田巷침到。阿公那啲嗌得有幾手哩，沙無海吊頸，침無頭塔緊滿。菊花樣做下無咧，唔過嗌到樣嘅演技，佢就係唔信，請為肯定緊媽個，按法了，按法了。原來直播嘅東西唔見睇，理智咪會數唔hết。阿公，唔看，阿婆同菊花，兩蕊花，一轉到屋下。我細細去阿公嘅間房，拿出幾張到頭上嘅相片，也係佢同阿婆兩傻都同到舅父嘅菊花田巷翕嘅，咪係我兩子阿公嘅秘密。一張相片雖然有啲會褪色，還係看得清楚滿田橋嘅菊花一蕊一蕊嘅，有白沒有黃，記得嘅笑容。同太自然嘅獎各有上人嘅所在，冇想到也實係阿婆過身後，阿公唯一嘅回憶同紀念。我心肝肚底，前世也條路嘅歌誒，阿公係樣嘅唱，都唱唔會出嚟。對今日喜事，我就陪上阿公搞到一個新朋友，按到。阿子開咩先生，佢唔知係對哪位來嘅，3本5時我嚟尋阿公，來嘅時節都會帶定記憶嘅出嚟，做電路送本阿公，大啲嘅、細啲嘅，乜嘅戲呢都有。2、3腔下嘅時間緊來緊長，緊來緊兜搭，害阿公唔係料到唔知好轉喎。就會買了1000擔窮樣嘅東西轉來，韓國來來去去緊尋，阿婆呢？安樣嘅情況實在本人受理。故說我都準備了一個胸章，寄到阿公嘅面上方，胸章面當個寫定阿公嘅名誒，同屋下嘅電話號碼，寫定再夜同阿公講，安樣。阿婆就會同鄉下去看花嘞，真真假假，有夢親講，希望相隨，總會天光嘅，我哋會同親人嘅距離想念來減來，同親講嘅記憶，阿婆好好看到心肝肚。